美國已故嘅知名聾盲偉人海倫凱勒女士，從小就忍受住聾盲啞嘅痛苦，但係佢能夠大學畢業並且躋身世界偉人之列。原來聖經對佢嘅生命有極大嘅影響。當聖經公會將巨大20冊嘅盲文聖經送俾佢嘅時候，佢回信話：我坐喺佢哋旁邊，用手敬愛地撫摸着他們。40年嚟，我愛着上帝嘅話。我以特別感恩嘅心情摸着這寶貝嘅書頁，佢哋好似係我手中嘅杖，喺淒涼沮喪與災禍嘅幽谷當中支持住我，使我不致傾跌。係嘅，聖經救主嘅教訓係領人出黑暗嘅唯一道路。海倫凱勒因為信靠耶穌而獲得咗黑暗中嘅光明，失落中嘅滿足。你願意信靠耶穌而同樣得着呢一個豐盛嘅生命嗎？